妈妈不容是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我也会周族的一点点，啊不不，不说不说，我说的是法国啦，很懂法国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周族真的快绝种了。你知道我们的数量真的比台湾猕猴还少，真的。台湾猕猴都比我们多，我们大概只有我们是在阿里山嘛，大概只有3000多纯的。其他的是杂的，没有啊，混血的。因为他们，但是我觉得文化是一种认同，不用去学。真的，其实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自己是不是原住民，因为我就是出生在阿美族，你就是在周族。对，我就是周族。但是你们可以选择当一个哈原住民、哈阿美族、哈周族的，不要再哈日哈韩的好不好？对呀，还可以哈台、哈客、哈凯、哈特。对啊，客家人啊什么的，对这样子。那我今天带来的3首歌曲呢，有1首是周族的语言，那其中2首，因为我有特别跟阿美族跟卑南族也很好，所以我就是唱这一首歌是泰巴朗之歌。泰巴朗在讲什么哈？泰巴朗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虚词，就是阿美族。可能台湾大部分原住民都会有一种唱歌的方式，然后其中大家比较听过的是拿鲁安啊，对啊，宝海呀，可是他没有办法真正表达他是什么意思，没办法翻译的，他就跟那个美国什么 R&B 有没有？都 No，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翻译那个 No 跟 Yes。对，就其实中文也有啊，中文也有那个什么。对，那个拉有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。对，所以当你听到那个原住民在讲拿鲁湾或者是吼哈央的话，其实就是代表他很开心。那如果他又在拿鲁湾唱歌，又在吼哈央，他就是很开心的唱歌。所以带来这首我跟淑妹一起泰巴朗之歌。哎，我们好像还有那个何英老师要一起加入嘛？OK， 老师真的好。